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到。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好。也我可以对神来一直现今所大的恩典，佮仰望上帝的荣光来欢欢喜喜。请大家徛起，咱来吟圣诗179首，荣光归于上帝上帝。Thank you.
伫天地的地，愿你的名成，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我，写咧阮的鼓舞，亲像阮也写咧鼓舞阮人。无你带阮离去，着叫阮团契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来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我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面，伊要叫人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的上空，罪赦免，上帝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应文第62篇。你若用喙承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报福音的人，因的脚也险名水。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三工暗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感谢你伫礼拜日的早时，予阮好的天气，阮逐个人会当三工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你知影阮心内嘛，阁有足侪的烦恼，即个社会即马疫情阁较严重，大家嘛足侪烦恼，足侪无平安。主啊，阮甲遮个烦恼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帮助，互阮会当专心来得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专心来敬拜你。主啊，你嘛帮助阮，互阮搁较深体会主你的疼，因为知影你的疼，互阮会当搁较侪去分享，甲即个疼分享互阮身边的人，无论是厝里的人，无论是厝边的人，还是迄个公司、学校，所有拄着的人，互别的人因为看着阮的行为，就知影阮是主你所主你的路，嘛互阮因为阮的表现，会互即个社会有较侪的疼，有较侪的平安。
怎嘛特别甲即马迄身躯欠安尼姊妹交托一对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医治。我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我咱的恳求，着用主的名来求，阿门。
多谢正歌队足水的歌声。好，即摆来读圣经，今仔日读有2节，有2节，第是列王记17章第8节到16节，佮约翰的批。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17章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你起来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徛起伫遐看，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唱歌人有请你。伊就起来去撒勒法，到城门的时，拄当有一个唱歌的人伫迄所在咧捡柴。以利亚就叫伊讲：求你用器具舀淡薄水来互我啉。伊去舀的时，以利亚佫叫伊讲：请你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有人讲：我记永远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我无一个饼，只有一杯仔面粉伫桶里，甲淡薄油伫盘里。看我捡2支柴，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逼伊，阮通食伊才是。以利亚甲伊讲：免惊，去啊，照你所讲的来行。总是来先甲我做一个细的饼带来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伊。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的面粉袂减少，房内油袂了。到耶和华落雨伫第上个日，妇人人就去照以利亚的话来行。妇人人甲伊的家，甲以利亚食济日。桶内的面粉无减，房内的油无了，拄照耶和华托以利亚所讲的话。即个圣经是约翰的批第1书第1章第1节，讲论到活命的道，对起头所有，阮所听见、亲目所看见、所观看，也阮的手摸着的，即个活命捌出现，阮有看见，来做见证，也报恁知，迄个永活的活命，就是本甲爸伫咧，也出现伫阮的。阮将所看见、所听见，报恁知，要互恁甲阮是交陪。佮阮所交陪，就是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阮写遮的，是要互阮的欢喜充满。讲道，请张牧师要讲的题目是阮即家分享的家。咱同心搁一家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赏赐阮台湾1月真难得遮尔水的天气，伫即个阳光的下面，阮来到上帝面前，特别是外界疫情愈来愈紧张，今仔日阮会通行来到上帝圣殿，伫遮来做实体礼拜。主，即个意义已经比阮以前当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已经无相像，真正这是大大的问题。阮会通甲兄弟姊妹、甲你的百姓，三甲伫遮来去祭坛，三甲伫遮求你是阮的宝座，设立伫阮中间，阮来调见你，阮要献上满心的感谢甲懊恼。主，阮相时也想到阮中间有真侪长辈，身体欠安，也是行动无方便。因的心实在以爱摇我的愿，会电伊到分去，总是为着遮个限制，为着病毒的因素，直到今仔日，因袂当甲阮做伙伫遮来敬拜。总是阮恳求上帝，你通过网络，通过线上的礼拜，也求你，互遮个会当甲阮做伙伫遮实体礼拜兄弟姊妹，也感受着主的疼。
也感受到即个大家庭对因的关心，对因的孝念。主恳求你也帮助阮活伫即个时间甲空间的下面，外界的环境小可变化，就影响着阮的心情。当阮还咧期待即个疫情大概真紧就会过去的时，无拍算搁新的一波互人真惊吓、传染力较悬的病毒伫全世界，甚至也已经侵入伫阮所徛起的台湾。祝阮未免惊吓，阮未免有真侪遮看路。求上帝你帮助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亲像圣花被所念的，你的慈爱比遮的凶恶惊吓的海面搁较大。求你用你的慈爱来保守阮，来引导阮，互阮秘伫你的内底，互阮有你做阮的照盘，做阮及时的帮助，做阮的避难所，来避过即波的病毒的危险，也互阮会通伫世间的日子，搁较仰望上帝，知影阮实在是真软弱有限的人，阮需要你的保守，你的照顾，阮需要上帝你的怜悯甲赦免。阮恳求你通过今仔日敬拜，愿即个大家庭，不管有伫现场，也是伫线上，也是甚至因已经无方便倒伫病床的，祝愿平平恳求你的圣神临到伫逐个所在。阮的心只有单单仰望你，无就受世情俗事的颠簸，也迄个撒旦、迄个恶者对阮的控告，伫上帝面前，因为有主你保护的倚靠，就阮就好当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教示，领受你的祝福，你的应允。愿主你伫即个会中受高举，得到荣光。也愿上帝祝福奉主的名组织伫遮，伫线上，也是伫病床，伫逐所在，上帝你的百姓，以马内利的平安，甲阮三合一个，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要用3礼拜来讲，咱即个用主耶稣基督做咱主的家庭，即个属灵的大家庭，咱要安怎来表现互咱的主？感觉即个家庭是伊掠做公用，看做好的。今礼拜咱讲主爱万人得救，所以做伊的囝儿，咱有传福音的责任。今仔日我要搁继续用彼此分享的家庭。家庭咱若冤家，伫世间伫即个社会新闻，咱看太侪，彼此伫迄个所在，为着家产，为着各种细碎代志，伫遐来纷争，迄个家庭绝对袂兴起。亲像咱所讲的家和万事兴，是彼此分享、互相扶持的一个家庭。我想咱实在是想袂到，本来想讲2022年，咱会较注意较侪人拍疫苗咱会通检采渐渐解封，咱要出国，咱要去做啥物代志，拢会通计划。无拍算，这一波疫情，互咱真侪计划拢都爱要重新来思考。教会嘛需要安尼，虽上我拢毋知影讲，咱会通安尼做礼拜，搁是毋是上帝用阮后礼拜咱会通继续，还是后礼拜？咱随时爱有迄个应变的能力，也随时教会小会会为着大家安全做上好的判断，来通知咱大家。即波的疫情，事实上已经对全世界国际关系、经济各方面规个拢重新来重分配。侪人为着即波疫情做旅游业的啦做餐饮业非常的惊吓，影响侪人的生计。最近美国联准会一直咧升息伊印伤侪钞票通货膨胀
咱伫台湾嘛感受着物件拢变贵起来，啊，各方面，即个规个金融界拢已经乱去啊。总是，咱实在是真感谢也真奇怪吼，台湾逆势成长的吼，这2年的武汉肺炎的中间，咱的成长率吼超过以往吼，今年去年毋知出来未，听讲超到4%、6%呀 ，GDP 的成长超到6%，哦，这是足久毋捌安尼啊吼，咱的表现了实在是真好。即2天报纸讲，政府税金讲加收4000亿啊，咱大家拢有加交一寡税金吼。因为经济不知好势。为什么安尼？当然我想是因为国际局势伫即2年变化太大了。美中的贸易战，台商开始回流，转来投资伫台湾。真感谢主，就是咱台湾有真好的人才，咱的高科技。所以咱掌握到关键的产业，不管是台积电啊，在半导体的需要，诚侪世界各国拢需要，一直咧抢，所以咱的即个魄力吼，非常的悬，非常的好。所以爱感谢的人真多啦吼，咱爱真感谢讲，真正防疫做得很好。你若讲亲像规个拢封起来，规个封城拢互你无经济活动，社会不管开什么店拢受到影响。至少咱的本土感染真少，全民也愿意配合。在最近咱才看见讲，无共款的社会甲制度、种族，对于迄个权威的看法无啥共。后面的国家拢主张迄个个人主义吼，所以政府拢无法度通来管讲强制来打疫苗。咱毋免管，咱大家拢真家己真乖，拢会去全民配合吼。感谢上帝，互疫苗会通。旧年5月了后，咱开始知影讲这个重要，一直有这个国家来帮助咱。爱感谢的人甲因素非常的多吼，所以大家较辛苦，咱毋知影这个疫情完全爱久偌久才会解除，只有上帝怜悯施恩，互咱会通像2019年以前迄种的生活。较自由。讲这个实在是要讲到一个，我刚看一个笑话啦，感觉即个人实在是真无聊啦吼，讲起来真无聊。伊讲是啥物人到底支撑互咱台湾的即个经济发展遮尔好？伊就算互咱看，伊讲啥物人咧支撑台湾的生命？这是一个无聊的人啦吼。伊讲台湾2300万，咱先减掉遮个退休的600万。所以这600万无咧生产，所以剩1700万，减掉学生剩1000万。公告人员因咧办代志，因毋是咧生产事业，所以佫减掉300万，剩700万。军人佫减掉100万、600万。大医的啦、失业的啦，1970个。伫工业内底吼，98万。做翻译工作50万，所以台湾咧做工业剩49万。伊受伤讲剩49万。无到49万，因到年底吼，真侪人开始讲，我领着年终奖金，我就开始要来换头路。所以即个骑驴在找马的吼，佫减掉48万9998个。全台湾敢若我咧做工尔，敢若我甲你咧做工，你还过来看电脑，总是看这无聊的电脑吼。你无好做工，去咧看我这笑话吼，安尼看起来全台湾敢若我咧做工尔。我在支撑台湾的经济，也标题讲真是辛苦我了。这当然真个真无聊，在你想这有空无顺的吼。是啦，我想要咱整个社会努力，才有法度通，互咱的经济防疫各方面做甲真好。绝对毋是一个人、2个人的功劳。伫咱教会内底，咱这家庭。什么人辛苦了？是谁辛苦了？咱的家庭内底，伫咱家己的家庭嘛是安尼，爸爸有爸爸的角色，妈妈有妈妈的角色，每一人拢扮演各司其职吼。大家做伙伫即个所在来经起即个家庭，绝对毋是干那咧趁钱的爸爸功劳上大，大家人做伙伫即个家庭内底。为着即个
咱的家庭的和谐，为着咱的家庭的经济各方面，咱做伙大家拢贡献出一番的心意。所以一个家庭内底，你若真正出一个不事生产，敢若啃老族啦，各方面，即个家庭嘛袂幸福。所以家庭绝对是逐个人伫个角色观顶，尽伊对即个家庭的疼来付出。所以咱看见初代教会，初代教会是诚做今仔日正教会的一个基本的模型。使徒行传第2章讲，遮个犹太人诚做基督徒了后，因开始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团体。所以讲，因日日同心，专务伫殿内，也捌伫厝里，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学乐上帝。毋那哩，即个团体，互周围的厝边隔壁正百姓欢喜，结果就是吸引侪其他也毋捌主耶稣基督的人来到主的恩典内底，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即中间其实咱会通看见的几个日，就是讲因用真侪时间。当然，当时因可能认为讲耶稣念的着载人，所以因逐工伫圣殿内底。今仔日咱毋免逐工来教会，总是咱今仔日逐工同心伫遐咧敬拜上帝。咱的教会伫疫情的中间，用马太福音的读经默想，就是毋茫你伫家己家庭内底，咱做伙伫迄个所在，用上帝的话来建立咱的信仰，来甲咱凝聚在一起。遮个人是同心专务，用特别的精神，伫迄个所在要知影上帝教示。所以毋若伫教会，嘛是伫家厝。所以即个家庭教会生活绝对毋通甲矮化、简化到干那礼拜的礼拜。尼即个家庭是无正常的。因伫恁家厝、伫私下有交陪，互相伫迄个所在，因伫遐来分享上帝福音。因伫迄个所在，互周围的也毋捌上帝人感觉，即阵人的生活，互我欣赏，互我感觉因伫迄个所在相疼，分享迄种，我真愿意来诚做伊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带出日日将得救的人加添互因，这是初代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即短的中间，即个初代开始组织的时阵，就建立了今仔日咱教会生活，即个家庭内底，你需要注意的5大方向。第一个就是敬拜，今仔咱伫即个所在，咱就是敬拜。因同心，咱伫即个所在是同心。将咱的目睭、将咱的心灵完全注目伫上帝恩典的观点，来算伊的疼痛，来领受伊的教示。所以敬拜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专务使徒的教示。因伫遐真认真要知影讲，恁即12学生捌跟底过耶稣的，到底伊对你安怎教示？伊有甚物款？毋茫咱活出甚物款的教示出来，甚物款的生活出来？第三项，因有团结生活，伫恁家厝，伫逐所在，伫遐分享百饼，来讲上帝的信息，伫遐来相交会。第四，因传道，因伫遐来传扬上帝，疼世间人，毋是干那管即群人，洋条外口还佫有真侪主要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然后因做服务，因互周围的人感觉非常的欢喜。所以，即个就是咱上基本讲，教会应该爱发挥遮个功能。教会毋通伫你的心目中只有是我敬拜所在，敬拜真重要着，总是毋是唯一的。咱伫遮要学上帝真理，咱伫遮要甲其他同信的兄弟姊妹伫迄个所在来分享。你的喜乐是我的喜乐，你的哀伤是我的哀伤。咱即2礼拜有婚礼，咱甲迄个新的家庭、迄个家族欢喜、感谢、祝福、替因祈祷。咱嘛有拄着哀伤的事、死失的事，咱三角甲迄个所在来安慰夫妻，互因知影咱是有永远无命的。咱是甲欢喜的人三角欢喜，
甲悲伤的人相甲悲伤的一个教会，咱爱做传道做服务的头家。所以用即五大功能，事实上你用英语来看，第一个就worship，第二个就是教育 instruction 来教示你 fellowship， 然后 evangelism， 你爱做福音的工作，最后是 service。你若看英语的头一字叫长头诗啦，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基督无瑕疵的身量。耶稣基督望伊的教会是一个敬拜、教育、有团契生活、有传福音的工作，也会通做服务正人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教会爱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咱今仔日用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是讲，迄个使徒对真理迫切想要分享迄种的心理。咱对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1节甲第2节，我毋知你会读出使徒约翰心内迄种的热切了未？伊讲论到活命的道，我即摆要甲恁讲一种活命、生命之道、永生之道。即个生命之道，性命是为上帝来，所以对起头就所有啊，一开始就有。总是三好上帝真奇妙，即个创造的主竟然诚做人啊！伫阮的时代，伫约翰的时代，阮听见，阮目睭看见，阮亲手摸着即个生命之道，即个活命捌出现，阮有看见，所以阮今仔日无讲袂使，我爱做干净，我要有一个迫切的心，要报恁知影，你们也可以得到永生之道。你乃通得到即个生命意义甲迄个永远的活命，即个生命的本源是上帝，本甲上帝甲爸三甲一个，都是阮有特别的福气。今仔日出现伫阮的周围，诚侪人来款式，互阮亲目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着，伊强调，一直强调，即个是我本身的见证。是我亲身所经验到的，即个是对起头就有的。耶稣基督毋是一个平凡的人，是道成肉体的上帝，是创造主宰。伫世间还未创造以前，就甲爸三甲一个，总是今仔日出现，诚侪人活伫世间，甲你我共款，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亲自经历它了。我要甲即个永远道路报你知影，所以伫遮就有一个第3节就讲，阮将看见报恁知影，也要互恁甲阮交陪。佮阮所交陪就是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我毋知影你对交陪的意义了解偌侪？你若读中文的圣经是讲团契的，团契。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传扬给你们，是要使你们与我们有团契。我想若是教会人听无这意思，团契是什么意思？伊后壁都讲，我们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咱有时教会内底讲一寡宗教术语。咱有一点抽象毋是真清楚。有一个荷兰本的圣经，佮甲翻译做相交三甲交陪交陪，咱一般咧讲的交陪，就是在交往啦迄对青年即摆咧交陪，有一天会通结婚。我爱甲一寡生理上，我需要。交陪甲一寡客户伫遐交陪，用咱即摆较粗俗的话讲，点采讲是叫做盘烂啦我爱用时间甲人盘烂，互伊了解我，互我会更了解伊，大家互相伫迄个所在。团契是咱一个宗教术语，总是咱会通知影上帝爱伊的百姓。毋是干那甲上帝交陪，也爱甲其他同信的兄弟姊妹
做伙伫迄个所在有团结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应该共同追求信仰，咱逐个上帝互咱人生拢无共。毋过足奇妙就是，今仔日捌想讲，我今仔即摆坐伫即个所在，为什么上帝互我认捌即阵的人？为什么我边仔即个兄弟，咱拢毋知即种的奥妙？总是上帝互咱伫即个时阵，伫即个空间，逐个做伙，爱咱有交会，爱咱有团结的生活，爱咱有彼此分享迄种的精神，来分享我对上帝真理的领受，我对上帝救恩的了解。所以即个使徒咧讲是，阮甲耶稣基督甲伊的爸有交会，有团契，我伫遐来追求搁较了解上帝的真理。哎呀，望恁甲我有交会，我会通报恁知影，我甲上帝迄个交会迄个经验，也互恁得到利益。目的就是互恁得到永活的道路。第一则就开宗明义就点出伊写即张批的目的，我要报恁迄个永活的活命。即个就是道歉甲退上帝。这是永生之道。伊到第4节讲，我若无分享，我挡袂牢，因为我亲目看见，亲手摸着。我若报你知影，我会喜乐，会充满，我会非常欢喜。我若无甲你分享，我会感觉真艰苦。所以目的，我写即张批，就是咱来互相有团结生活，毋能甲上帝，也基督徒中间有迄种的交会。所以咱才怎有读使徒信经？毋知你有注意到其他一句话？我是耶稣基督，我是创造主上帝，我信圣神。后来一句讲，我嘛信圣神，圣道的相通，圣道的相通。你若信圣道的相通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花时间、花精神来彼此团结，互相接触。咱知影关系建立关系建立是需要时间甲接触的。你亲情爸母兄弟，你讲起来足亲啊，总是你若无往来，嘛是非常的疏远。你即种台湾一句话讲，有行才有亲啊，有来有往。你有安尼才会亲，若无你永远就敢若一个人客，每一次拢来定心来建立迄个关系，所以需要时间，需要接触，需要参与即个团结的生活内底，定定做伙用精神，三甲伫遐来分享，这是咱团结生活。所以今日我也要鼓励咱大家，咱们教会毋是一个小组教会啦，咱无用小组法。总是咱是团结做核心的一个，所以咱为青少年团结到即个基石啦、磐石啦、夫妇啦、相连等等才会团结。主要是甲咱人生逐个阶段会有无共款的问题，是主内的兄弟姊妹到即个年龄的阶段的时阵，我拄着问题，点菜其他的人也会拄着。青少年因咧烦恼交朋友，烦恼生活的问题，所以咱青少年团结遮个少年朋友做伙时，因会通甲家己的心思、甲家己的看路，大家做伙伫迄个所在来祈祷，咱的辅导会通来帮助伊。到伫磐石反正爸母已经年老，囡仔还阁咧有足侪无共款人生中间的烦恼的时，我伫团结内底来。请大家无一定我拄着的代志，你捌拄过，你安怎处理？你安怎来迄落？大家伫团结中间来得到互相带导、互相经验的分享。所以，咱毋是干那教会，毋是干那甲上帝团结，嘛甲兄弟姊妹爱团结。所以，祝祷文内底讲，主要所基督的恩典。天要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是咱爱甲上帝为即种
会相通团结生活，总是咱嘛需要圣道的相通，来帮助咱的即个信仰。所以迫切甲大家分享，我读圣经的感受，我对上帝的真理的了解，检查你有无共款角度，你嘛会通教示我，丰富我对真理的全面性的了解。咱需要即种的团结，咱需要即种的相通。物质上嘛是共款，生活上嘛是共款。下面咱就来看即个以利亚的故事，即个是趣味的故事。以利亚伫规约中间是一个重要的先知，咱定定听见。耶稣伫变毛山互摩西互以利亚看见。以利亚上出名的，就是加入山甲450个巴力的先知伫遐斗火等等。总是你甲注意甲读起来，以利亚是一个神秘的先知。以前你看其他的先知，拢会写讲啊，即个你甲因后爸叫啥物名等等。以利亚出现了真奇怪，一出现就开始咧做工啊。列王上卷17章第1节讲，属基列，基列是一个地方的名吼。徛起的百姓叫做提斯比人，他住在基列省的提斯比那个地方。看来我有一个地图，会通互咱看。即个以利亚住伫遐，即个是伫约旦河的东方。伊一出现就走去王宫，甲当时的亚哈王甲伊讲，我奉上帝的名甲你讲，即几年我若无祈祷，你即个所在国度里面无落水，袂落雨。因为亚哈王是一个真歹的王，是一个上帝真讨厌的，所以果然以利亚讲了后，全地打扫。即个无落雨，毋是干那即个歹人，上帝百姓嘛拄着共款的困难，所以上帝交代以利亚讲：你讲了后，你走去一条溪叫基利溪吼。我有去查地图，知影讲伫约旦河的东岸，总是可能毋是真大条的溪，我找无迄个所在。伊讲我会找片乌鸦来供应你的需要，去秘伫迄个所在，因为惊亚哈王会甲伊追杀。所以咱读17章的第6节到第7节讲，早起时真正乌鸦会甲饼甲肉来互伊，到暗时一工互伊食两顿就对了吼。伊有遮个肉体需要，水就用基利溪的水来啉。后来嫌基利溪的水嘛干去，因为无落雨时间真长。即个是以利亚一出现就讲遮个代志。我倒去年倒来时阵，听伊讲是拄着台湾50年来上大的干旱。我会记得去年就讲桃园遐就开始要限水啦，要怎么样？若无落雨会真惨吼。好佳在上帝怜悯咱后来就无拄着即个问题。台湾将来要经济发展，讲缺水、缺电、缺粮吼。咱即方面这是将来咱水是足重要的一个资源。上帝若无落雨就无迄落。所以我会记得去年讲政府用14亿伫遐做人造鱼啦吼，来用海水淡化，各种方法就是爱有水啦吼，打地。土地拢打去，后来咱来看即个地图，大概无讲真清楚啦，大家拢真好。即个基利溪的溪水打了后，上帝第二个安排就是互伊去到西顿的撒勒法。伊讲我已经安排一个酒馆的人伫遐来养饲你。即摆即个是加利利，咱看较会着，即个是约旦河的加利利到西海。提斯比伫即个所在是约旦河东岸，基利溪毋知是啥物所在。上帝的安排足奇妙，看地图才知影。伊叫即个以利亚讲，你走去找西顿撒勒法一个官府。以色列伫即个所在，咱顶面讲着推罗西顿是较属于外邦人的地区，今仔日黎巴嫩的境内。叫找到遐去，后来耶稣有讲着即项代志。上帝为什么找伊去走遐去到撒勒法来供养他？
我想咱看见这故事真趣味，咱大家经伫个互蚵仔来供养，对囡仔来听着真趣味。鸟仔会夹肉夹饼来互食。如果咱相信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用伊的动物来养饲即个伊利亚，我感觉这当然是善良啦，总是也毋是遐尔啊奇妙。伫即个故事内底，我感觉上大的善良就是上帝互一个有自由意志、总是家己自顾不暇的人来养饲上帝的先知。迄种愿意分享的精神是善良。我已经没有了，总是我愿意顺服上帝来供养伊的百姓。所以咱来看即个故事，其实甲读起来吼，有时读圣经真趣味，很多可以想象吼。咱今日所读讲第10节，以利亚就起来，伊就去撒勒法，就行到迄城门口的时，拄当有一个酒馆的人。伊是安怎知即个查甫人酒馆？这我都毋知啦吼。即个酒馆人是伫遐咧抾茶，以利亚提先甲要求讲，无你用你的器具无水嘛吼，你舀淡薄水互我啉。伊去舀的时阵吼，以利亚就讲，无你顺续摕淡薄饼来互我吼。即个话吼，如果我是迄个官夫吼，我是来听了袂爽快，顺手，哪有迄个顺手，拢嘛是专工的。要帮助你，哪有迄个顺手？顺手讲落，敢若讲你拢袂麻烦，你拢袂麻烦，你著舀水的时阵顺续啦吼，顺续摕一块饼来互我食。即种的吼，即个官夫是最后一块最后一餐。当然，伊利亚无一定知影，总是听着实在是真刺耳吼，真错！你顺手摕一个饼来互我食。迄妇人人甲讲，我有困难，我有困难，我伫上帝面前就抓，我嫌一块饼来，我敢若剩一丝仔面粉，骹剩淡薄油。今仔日是阮最后一餐，我来遮抾茶，是要甲迄个香火、甲油、甲面粉搅的做一块饼，饼迄个饼煮迄个饼好势，我甲阮囝两个做伙食伊，然后我就来担心，所以我们没有东西啦，随上讲，以利亚甲讲啊啦，讲免惊，你着做你去做，你出去做饼去逼油。恁即句听了我受气呢，总是吼，你有哪先互我食一块饼？你先甲我做一个细饼来互我，我若食剩的吼，才为着你甲你的囝来做。即个讲话是有一点无啥客气吼。即个不速之客拍乱即个官夫酒馆人的计划，我们的最后一餐，你无客气安尼甲我讲，顺手。也是讲你做，总是你先互我食饱，这是一个无理的求助者。总是后来即个以利亚有甲讲啦吼，你做你去香火煮甲饼煮好势，我要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甲我讲的话来甲你讲。汤内的面粉，你剩迄块面粉，甲你饭内的油，永远用袂了，直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上的日。这个妇人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后来较鼓励伊甲伊的家庭，伫还袂落雨以前，食衣食无缺拢无。所以我想，这中间咱看即几个人物，以利亚当然伊已经经验过乌鸦来家己饲迄种的信仰，所以对上帝话有绝对的信心。虽然伊叫我来找即个已经剩一丝的妇人人，绝对会供应我到我足够的需要，所以他大言不惭讲：你做你去做，你嘛先互我食，然后你要经验讲，过落去。你甲你的囝绝对袂快活。伊相信伊代表上帝所伫遐讲的。我想这也是提醒咱一项，是咱拢会感觉真烦恼，我着剩即丝仔尔，这营养着无去啊。
上帝互咱的应允，马太耶稣讲的先求伊的国，尊重上帝主权，你贴命的伊要供给互咱。所以当伊找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时阵，随上官府伊咧经验信心的一个考验，伊对即个人可能一无所知，伊讲话也无客气，迄个要求真无合理。当然，伊有自由意志甲回应讲，你这是咧讲啥物话？我家己食都无够，佫会通分你。总是伊照以利亚，伊甲讲，你若安尼行，你甲你的囝绝对袂欠亏。无一定我是咧想啦吼，那先吐露丝我都无啥物通欠啊，这是阮做来一顿啊。上侪无着我甲阮囝减食一喙啊，分你食一寡也无法，是毋是安尼？总是即个寡妇伊着照安尼来行。即个代志了后，随常有后续发展吼。咱若佫读落去到17章17节，即个代志了后，就是迄个妇人寡妇伊的囝破病，甚至无一条气息，这个单位安尼已经快死了吼。妇人伊讲话嘛真趣味，伊甲以利亚讲：上帝老婆，你若要来我遮，你若莫来我遮，无一定上帝袂记得讲我的罪。今日你来到我遮，互上帝目睭看着讲，原来即个寡妇还佫有一寡罪的小我袂甲伊算，抵到互我的囝死。所以伊煞变做伫迄个所在，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个代志。后来咱看，因为圣经较长，咱知影以利亚互即个寡妇的囝为死人中佫活起来。妇人对以利亚讲：当我知你是上帝的老婆。我想即个也是咱定伫信仰的道路的环境，咱一直拄着灾祸患难的时，拢咧找一个理由去埋怨、去怪罪。若莫安尼，就袂安尼；若莫安尼，就袂安尼。总是，即个妇人想讲，上帝你以利亚，你若真正莫为你的故乡来找我的时阵，上帝来开会，我的囝拄着即个患难，伊要怪灾过就来怪罪。总是上帝是超前部署，伊找以利亚，为着伊将来所拄着患难来做安排。耶稣称赞即个寡妇。这也是咱会通伫思考的中间。耶稣伫路加讲，我实在甲恁讲，当以利亚的时，天空旱，拢从3年6个月、3年半无落雨，大饥荒。你有看提斯比到要较近是耶路撒冷耶利哥即边，拢是以色列境内。以色列中有侪看守管的人，为什么以利亚无奉差遣去找遮个上帝百姓？反倒到外邦的地区，到西顿撒勒法去找一个，检测是外邦人的州官人伫个所在来顾伊。上帝咧通过会通伫迄个信心的考验甲顺服，也愿意甲人分享的一个人。即个寡妇是咱所学习的。虽然咱有时伫即个中间经历主了后，咱才知影你真正是上帝。当咱伫困难的时，咱会埋怨，咱会怪罪，也毋茫遮个代志了后，咱有迄种信心，搁一摆会确定。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毋茫咱家即个属灵的大家庭，是一个彼此分享的家。咱定定拢感觉我着干那只有安尼尔，我着无啥物才能，我也毋晓做啥物，教会你叫我弹琴我也袂晓，叫我讲道我也袂晓，这我也袂晓，我干那有安那？是咱逐个人恩赐拢无共，总是咱干那用这来做咱的理由，是上帝袂当接受的理由。当摩西受差遣去到埃及的时阵，伊对家己完全无自信，我凭什么？法老的军队遐济，你爱我带领的百姓是几百万人。我哪有能力？我哪有迄个才调去做遮个代志？上帝甲伊讲，你的手有心，伊讲
讲我只有一支拐仔，总是后来即支拐仔是拍倒法倒的军队，开红海的路，因带以色列百姓一支拐仔。当主要所教学生讲，这5000人即摆要互因四散，安尼邀我心内毋甘，恁互因食。学生的回答嘛是真自然、真理性。主啊，我敢若有5块饼2尾鱼，又能够做什么呢？又能够做什么呢？你甲上帝讲，我也无读册，我圣经也读无了，我这也袂晓，迄也袂晓。我几乎我逐项拢无，总是你有上帝。这也是使徒行传所甲咱讲的。彼得甲约翰要入去圣殿敬拜神去食，讲你互我一顿饭就好，你互我一点仔钱就好啊。彼得甲约翰讲，真歹势，确实我拢无啦，我逐项拢无。所以我有一项，我有主耶稣基督，我有上帝的能力，我奉伊的名叫你起来行。基督徒会通讲，我敢若剩安尼，我只有这一点点，但是我愿意放伫上帝面前来使用，分享带出信仰。一个已经绝望，已经要食最后一顿，自顾不暇的寡妇，因为愿意讲我就来甲你分享。上帝源源不绝供应，上帝厝绝对袂无够，也经验着，伊救着家己的囝。5块饼2尾鱼的信仰，敢毋是干那迄个囡仔愿意讲我着干那安尼尔，我摕出来甲大家分享，带出4本福音书拢记的信仰出来，分享神的信息，分享你甲上帝交陪的经验，甲兄弟姊妹彼此关心带倒迄种的经验。我人生的体验，我拄着的代志，我甲你，我的经验是安尼，袂定你安尼做，安尼做伙祈祷，上帝安怎带领，信用真理的分享，做伙来读圣经，咱做伙来分享。即段今仔日拄读着，我敲一个电话甲某人分享，我有即种的感受。咱也伫迄个彼此的中间讲，你有啥物欠缺，我会通替你祈祷，我会通来帮赞、分享，带出信仰出来。所以，咱应该有即个家庭应该有3个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咱是基督的肢体。台北中会100间的教会，台湾1000间、1万间的教会，咱是其中的一个，咱是合一的体。第二个，咱是identity。我知影我是上帝囝，我属伫即个上帝的家庭内底。咱第3个就是 belonging， 就是我归属。有个人走来走去，念去迄间教会，念去迄间教会，可能伊遐咧适合讲伊较适合。总是你若无归属感，你就不能有贡献，你就不能真的得到很深的造就。所以毋茫咱有合一的感受，有身份，知影我是上帝囝儿。我若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伊绝对互我无欠缺。阮是上帝家来的，即家伙，咱逐个彼此互相来关心。像是即个囡仔，伊真爱食冰淇淋，总是伊换咱工人讲分你装一个安尼。拜托咱逐个，若有冰淇淋，分我装一个安尼。咱做用即个金句来做今日结束，做伙来读。所以，若伫基督有啥物款面，也是啥物人来的安慰，也是有圣神的啥物交通，也是有啥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会欢喜充满。就是共心志、共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腓立比2章第1节，上帝通过你对我有啥物款的款面，我对某一个忧伤的人有啥物款的安慰，毋茫咱伫一家内底来彼此分享，互相带倒，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通过以利亚的故事。通过使徒约翰遐尼热切想要将主的福音来分享，互伊周围的兄弟姊妹，将即种的负担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有合一的心，互阮知影阮家己的身份，互阮知影阮的归属感，互阮知影检查阮敢若只有剩淡薄的油甲面粉。
检查阮甚至什物都拢无，总是阮有上帝，有你就有教业，分享就要带出神力，基督耶稣名，阿门。将会从起立来用圣诗520首来回应。圣诗520首。小家来奉献，请无讲即事，内心即事。第二点，
礼拜了后，小个小组要伫附堂开会，而且大家会爱参加的人爱参加。第三点，陈德贤弟兄下个礼拜要伫拜二早11点伫第二殡仪馆，求上帝来安慰有情。第四点，咱要准备70周年的纪念刊，要请家庭啦，每一个家庭会当提供相片，提供相片的时阵爱写名，佮有写出恁兜较以爱的经文。第五点，2月20号要开好会，请各团客甲各组逐组1月28号以前将资料交互办公室。佮有1楼有迄个通讯录，请大家会当会记哩去楼骹看一下，若是对的，就甲伊甲讲安尼。第6点，即摆疫情佫较紧张，请大家较注意家己的身体，嘛遵守防疫规定，来拍疫苗。团客消息。今仔日礼拜了后有上联团客的例会，请邱美英姊妹来分享生逢其时。第2点，磐石今仔日中昼11点45分，是请黄爱纯姐妹来分享幕后的启示，请有兴趣的人参加。告解消息，台北中会顶礼拜二有开议会。恭喜咱本堂的张牧师，何修选中会的副书记，嘛继续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赐智慧能力，互遮的牧长来引带台北中会。牧师敢有要补充？咱咧更新咱的通讯录吼，我顶礼拜讲过一届，如果你的名无伫原顶吼，可能阮是疏漏吼。我真期待你伫空白的地方，我来留下你的大名，也是email， 也是电话吼。如果因为个资也是你有其他的考虑，我的教会甲你牵伫合会手册，你注明，我们会阮的教你的意愿，会牵伫原顶。总是我真期待。教会即边遮拢有咱兄弟姊妹，逐个人上新联络的方式，所以咱下礼拜煞请你落去看者。如果若无你的名，拜托你找空白的地方把它填上去有代志咱会较好联络。第2项，我今仔来介绍咱中间几个当然咱特别为着，因今仔日来到拜堂有新的身份咱来介绍李承翰夫妇。昨天结婚的李承翰、胡永琪夫妇，你即嘛毋是小姐先生是老店昨天我们有真水的婚礼真盛大的婚礼当然咱为着因的家庭，为着因将来来带倒，然后我也来介绍有欢喜，总是咱甲需要安慰的家庭但得兄兄。伊88岁过身咱伫拜二要葬式伊的家族即摆伫咱中间，是毋是会通请伊的囝婿圣容伊的囝公主因规个家庭咱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咱迄落顺上帝安慰咱知影伊已经伫上帝国咱为着因即个但得兄兄的家庭特别来祈祷，伊的囝婿为人抱起来所以礼拜2早上11点伫第二殡仪馆咱若袂当去，伊愿用祈祷来甲因扶持，多谢。多谢牧师，阮遮请大家起立来吟上言392首，上言了，请牧师就祷。
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甲咱敬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